谁叫我平生最恨毒杀之人？前辈，闹够了没有？将九曲灵参交予我，在下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否则玉石俱焚。好，好，好。他夺舍不成，那是他本事不行。老夫只跟强者合作。小子，你过关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此人当真是厚颜